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日脑可能哪有可能今日真欢喜，邀请到敢会当讲是我的新朋友，因为阮原底应该是无啥物毋捌合作过，就真欢喜会当，就是甲你问一下，你就随答应，实在是足欢喜的，你敢会当介绍一下你家己？好啊，所以我先开始吗？你请介绍一下你家己。先确定一下开讲是会当甲我讲一下，即摆声音是会使袂？大家会当老话讲一下安尼。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阿修罗赖吧。我毋是你的朋友，嘛毋是你的爱人，我只是一个伫咧地下去卖一寡军火的一个商人，佮是一个外星人，对。为着我其实最终的目标是要征服这个世界。为着要征服这个世界，我即马都在关心这个社会，对，就是一个做认真拍拼咧关心这个社会，以后才会当征服这个世界外星人，安尼。原来是安尼。对。我的目标是安尼。我头拄仔才讲是我的新朋友，你随着讲毋是咱的朋友嘛，毋是咱的爱人。不，迄是我，是你迄个 ，OK， 不，讲笑。我这是咧甲迄个观众讲的，就是讲，因为对，靠我较介意迄个有淡薄仔距离感迄种感觉，对。不过我我确实是讲，我先确定一下是要讲，火喙，火气，火剂，对，或者火剂。对火气迄个时阵嘛是真正是拄仔较熟悉安尼。无毋对，我就是我这安安，阿杰安安。迄个阿杰安安，对。好。哈。你先讲。无，看起来就是真正是打熟悉。对，OK，真正是打熟悉尔。好耍。我原底想要做这哪有可能这个系列，就是想讲要敲互一寡原底就无啥熟悉的人，比如讲直接敲互总统啊这种的，毋过这是无啥可能。了解。所以讲你以后会当，你以后的目标就是讲你想要去试看卖，就是靠做这可能嘛，无一定是 YouTube 安尼讲对。有在想。有在想。对啊。原来是安尼。毋对。我会当问迄个，我个念一摆哦，迄个气。对，火剂，嘛使叫我阿慧。阿慧，嘿。因为我都会想讲是迄个喙齿的齿，我都会用较重的音。你是讲喙齿啊？对，因为对，还是迄个字是牙齿的齿。无，迄字就是无对，喙齿的齿。喙齿，歹势。对。阿慧，我直接念阿慧好啊。好啊。迄个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哦，问阿慧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迄个一个熊啊？对，我是熊啊。对，会晓讲话熊啊，无毋对。你是开始就有迄个，你就是一个熊啊吗？还是你有经过做者复杂的过程，才变做即马安尼咧？其实原底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安尼，就是有两粒目睭，有鼻仔，有喙安尼，即马无鼻仔，即马无鼻仔。对，毋过我就毋知影是安怎，就无细子走去迄个异世界安尼，就变做一个熊仔妖怪。原来是，就是安尼。所以你即马食物件就避无掉迄个旁边是安尼吗？我就直接用吞的安尼。直接用吞的，我遮辛苦。袂啦，就是较无毋对，较食袂到滋味，毋过较食袂到滋味。安尼。我做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讲你之前伫个有我想要确定一下，你有上过学校，还是你是无上过学校的？有，我读大学，你读到大学，对，再去异世界，对，无毋对。原来是安尼。所以若是方便，我想要问一个问题是讲，阿慧你阮先不甲学校先等去一遍，
你介意看一寡历史吗？就是台湾的历史啊，还是讲台湾的一寡故事？哦，其实你介意？原底我细汉的时阵是足讨厌看历史的故事的，啊，毋过我是到大学的时阵才有接触到台语甲台文的物件，迄阵才会去想要学台湾史，因为迄阵才知影讲咱台湾人的历史其实是少要安怎讲？想要知影讲。这个历史是安怎影响到即马台湾人的生活？是到大学才有即个算是觉醒，才知影即件代志。所以我即马是对台湾史是会有兴趣的。原底是无。所以讲，就是讲，你咧大学之前，你可能嘛有读过迄个国校，国校、国中啊，去高中。迄个时阵，你感觉历史是一个做恐怖、做讨厌的物件吗？我咧想。无毋对。对，因为我毋知，你啥讲？无，因为迄阵我学习的迄个过程，就是做这物件是，就是我无法度理解，啊，着爱用背，所以我着做讨厌迄个过程。哦。所以我会当问一个，就是讲，你迄个时代可能是迄个，比如讲基测，还是讲，阮迄阵已经无基测，还是无方便讲，已经无基测啊。对，是，基测了后是啥物？是，敢是叫做会考？基测了后是会考，伫103年的时阵。对，我是会考的。哦，你是会考的时代安尼？无毋对。啊，毋过毋是即摆的迄个108课纲，就是108课纲，就是即摆的对。我无遐少年，无遮少年。对。啊，毋过我相信啊，就是因为我家己是迄个伫咧读册的时阵，我是迄种算是历史较地理拢较好的学生。毋过我嘛是伫咧读的时阵，我虽然我考啊做好，我嘛会感觉讲，要背这要创啥？迄种感觉。虽然考试是会当考出来，毋过就是讲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讲特别是安怎？特别是迄个咧拄着迄个中国的历史，还是中国的地理的时阵，伊着啥物迄个中国的地理，啥物四川，啥物重庆。地理我嘛上讨厌的嘛是迄个，但我感觉迄甲我无啥关系啊。对。对，敢讲若是讲伫咧因为我是伫咧台南出生的，我想讲台南啊，是台北迄个所在，我拢想讲，我可能有一天会去遐耍，还是安怎？对。佫会当淡薄有一寡兴趣，啊，毋过迄个时阵一个十几岁的人，啊，看到一个中国的地图啊，遮尔大，啊，其实到即马。我即马离个地球嘛，已经30年啊，嘛无去过遐所在，对。所以迄个时阵就感觉讲，虽然说考试是会当考，啊，毋过会感觉做无兴趣。我毋知影阿慧有即个心情无？会呢，我就是感觉讲，或者我考我也袂晓，因为我无讲做会晓背，啊，毋过真正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毋知影，我知影迄要创啥，就是我咧读册的时阵啊，若是即个物件，互我感觉讲，我找袂到伊甲我有啥物关系，我就无迄个动力去读。我知影你意思，就是感觉讲，就是伫咧学校读册的时阵，大家我像我即马拄着学生啦，高中的学生，伊拢会问我讲，若是阮可能有时阵教数学，还是教历史，若是教较伤，有时阵嘛是可能有一寡较难的所在的时阵，学生就会问我讲，这出社会的时阵要创啥物？对。啊，我有时阵我嘛有淡薄较歹甲伊讲，因为有时阵老师嘛会感觉讲，我家己嘛会感觉讲对，我嘛真正毋知影这要创啥，我嘛无法度甲伊说服安尼。对。哇，我较直接，我进前嘛捌短啊尔，这做过可能2-3档嘛是，就是家教安尼。是安尼哦。毋对，教对一个我是数学加我是英语上高啦，数学也会使对。
所以我就教即2科啊。迄阵伊嘛是甲我问讲，我毋知影我读这要创啥，我就甲讲，其实我嘛毋知，啊，毋过你若是要考试，你着爱会晓，所以你着加油。我较无。我即马的时阵，我即马的时阵，我伫咧学校迄个开讲是有一个，我是 hello， 今日平安平安，对啊。我即马会分做2类啦，就是讲一类就是讲，伊是我真正感觉真正无兴趣，就是我感觉真正是，就是对，虽然讲108课纲的108课纲，伊即马有加一寡历史的较背的迄个所在用较少啊，所以讲学生较相对啦，相对较无压力。啊，毋过嘛是有一寡较无聊的所在，我就甲学生讲，这就是。阮就是可能段考的时阵，阮看一个就好，啊，平常时也莫猜，安尼。嘛有影。对，嘛有影。啊，有一寡是我是感觉讲，可能即马，可能未来的时阵，可能学生真正会感觉是，因为可能譬如讲，撇顺讲，阮若咧讲甲迄个学生讲台湾的历史，毋是中国的，是台湾的历史。毋过学生有时阵嘛会感觉讲，这个人拢死几百年啊！有影。可能啥物荷兰的时阵啊，还是迄个晋成公的时阵啊，伊就感觉讲，这些人跟我有啥物关系？啊，其实我知影伊的意思，我知影伊的心情啊，特别讲伊是要考试的人，所以因较造反。啊，毋过另外一方面，我嘛是感觉讲，伫咧台湾历史会当互伊先淡薄有一寡了解。我莫讲哎呀，迄个啥物定情讲的啥物做者族谱拢背落来，莫讲这复杂物件。啊，毋过至少知影讲，阮的即个土地之前有啥物人来过。啊，可能阮即摆会讲，可能阮的即摆做者民族，做者迄个社会冲突是安怎来的？我感觉这是对。即可能去买早顿的时阵，袂直接拄着，就是袂迄个买早顿阿姨讲，你知影为虾米？迄个台湾的迄个民族的冲突啊，是啥物？对，可能袂是安尼嘛。对。啊，毋过我感觉这可能是一个，就是有一天伊咧找工课，可能撇顺讲，伊可能离出来拢讲台语。啊，伊出来的时阵，伊发现讲，就开安怎开，大家拢无咧讲台语。啊，讲台语可能会互人，若是迄个讲迄个华语的口音有一寡迄个台语的感觉，都有人会甲伊笑。对啊，伊毋知影讲，为虾米我会遮委屈，就是拄着遮个代志。我感觉这就是以后爱学历史的时阵，伊才会知影。有影。毋知阿慧有拄着即个感觉无？就是讲你去用你咧学校的时阵，可能学着台湾的历史啊是啥物？你感觉讲，之前你感觉无啥物路用，啊，毋过出来以后，大汉的时阵，你感觉啊，这可能是真正有用的。有即个。要安怎讲？就是有影。我细汉的时阵，真正是感觉讲，我毋知影，我就像你头拄仔讲的，就是遐个人拢已经过身足久啊。啊，对我来讲，就是我毋知影，我知影迄要创啥啊。毋过我后来会感觉这介重要，嘛是因为有接触到台文甲台语啊，我才知影讲，咱台湾人其实是。我讲较直接的，就是咱台湾人其实甲迄个中华民族其实是足无共的，因为伫我以早的受到的教育，拢是甲我教做一个大中华囝儿，所以我迄阵袂去思考遮的。啊，毋过即马就是，包括我知影讲是安怎，我会叫是家己是大中华囝儿，即阵代志，佮有迄个像你头拄仔讲，有个人讲。国语可能有台语的腔，去互笑。这个代志我是到算是要大学的时阵，才知影这个代志的。啊，我才因为安尼去认为讲，其实咱台湾人知影家己的历史嘛是真重要的。而且可能嘛，因为我对一寡艺文的创作有兴趣。啊，伫即个过程中，我才会去想讲，
咱台湾人有啥物是足特别的文化的资产，一寡文化的一寡题材，还是对，就是题材嘛。啊，要去找找遮个，对，比如讲迄个啊，比如讲聊天顶摕来做 game，就是一个真好的例，嘿，对，像即种较特别的，嘿。无你台湾人去对人做啥物日本的历史，你敢做会赢日本人？嘿，就是有即款的思考，对。才知影讲，无毋对，嘿，天公伯啊，敢是？我会想到一个代志，就是讲迄个，阿辉毋知影，就是有咧关心迄个野球啊，哦，嘿，棒球还是要叫？我拢讲野球。野球我嘛不拢讲野球，嘿，咱关系的。野球迄个台湾最近迄个拍迄个世界12强的时阵，拍到第1名的时阵，我感觉迄个时阵我感觉嘛是一个历史最重要的所在，是因为是安怎大家会看到迄个物件会足感动。足侪人是因为阮知影一个历史，就是讲台湾之前的野球发展无讲足好。佮有一寡较歹的迄个历史，亲像乌道啊，一寡迄个物件，啊，走甲足辛苦，才总算是走到这步。所以讲，若是今日阮无迄个历史，阮毋知影讲，之前台湾的野球是安尼，阮可能每一摆拢第1名，阮可能袂有迄种感动，也是迄种感动的感觉可能无共。对呢。其实我有时阵，亲像我最近就会用迄个野球作为一个。例子去甲阮的学生讲，就是讲，若是阮毋知影讲阮过去的迄个历史是安尼，其实阮袂感觉，我即摆袂感觉真正哩感动，对啊。无毋对。我毋捌想过即件代志，毋过我感觉即个例真正是足好的。对。因为伫咧日本的话，日本的伊的历史佫是无共的历史，伫咧日本的话，伊的野球佫是另外一种，因为。野球即马可能会走去另外一个较专业迄个所在去，毋过阮可能面对的议题是无共的，对啊。因像阮伫台湾，阮做者迄个做运动的迄个囡仔，可能拢会感觉讲，今仔日也是出来要做运动，阮较会以后退休较会无工课安尼，无头路安尼，对。我感觉这就是一个做好的迄个。主题也是要画作品，也是要画啥物的时阵，最大是一个差异性的所在，无共的所在。因为也是日本迄个画迄个日本的迄个社团的迄种活动，迄个感觉会无共，我感觉。对。这讲的袂歹，就是不知始亦同不知己。对啊，我也是安尼感觉的。我想到有一条歌我足介意的，就是叫做囡仔，毋知你敢有听过？囡仔对，伊是一个台语的 rap， 非得内底有一句我非常介意，迄句叫做等下，迄句叫做啥？叫做非得伊的意思就是，咱爱知影咱为倒位来，才有法度知影要为倒位去。是草屯的还是迄个 mixer？这我看到几个。拢毋是呢，还是钢灰？无，伊是一个大家较毋知，叫做张瑞全，我毋知影伊的名，台湾话安怎读？我紧我找一下。好。这条我特别，OK， 我直接打伫迄个开讲室，互大家看。了解。所以讲，阮头讲倒来就是讲。伫咧迄个伫咧大家咧读高中的时阵，包括我即马咧做者学生嘛会问我讲，即马到底是要到底就是好好咧读这个历史是要创啥物？所以我今日想要来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即马作为我做一个老师，即马第一线迄个历史课咧历史。历史，其实我即马伫厝内当阿嬷甲阿公会当迄个念台语啦，对，了解。亲像我嘛感觉这嘛是一个最重要议题，就是讲，对，想讲为什么我当阿嬷甲阿公会当念历史，可能
一寡较年岁较深的迄个家族就较袂晓讲台语，这嘛是爱知影历史才会知影的代志。对，无毋对，无毋对。对。所以我想要知影，就是讲阿慧，你敢知影即马的迄个国中的历史课拢咧上啥物？你有印象？我真正我敢若会记得我迄阵呢。安尼你会记得安尼我要问阿慧姐，可能有 PTSD 的问题，你当想起你之前可能上痛苦的所在伫倒位无？哎，当然就是迄个啊，当然就是迄个中国史啊。对，中国史有影，真正中国史有影，真正痛苦。有影，而且迄阵就是对我来讲啊，因为因就是会讲有啥物无共的朝代嘛，就做者朝代，做者朝代啊，迄阵就是敢若会讲遮的，啊，毋过伫我迄个一个国中学生的想象内底。遐个朝代拢生做共款，啊，我都毋知影要安怎背。对，就是我知你意思。系啊。我想到一个，我咧看，我咧甲别人解说伫迄个即摆迄个一空白的迄个课纲的上大的差别，我就想到一个，大家咧看历史的时阵上讨厌一个物件，就是迄个军法。哦。一个迄个，若是在座各位有迄个可能较一段时间，可能有听过一寡人名，可能就是冯国璋、段祺瑞。会记你名啊？毋知影伊咧创啥？对，就是反正就是迄个中华民国伫咧中国遐，迄个都打出来时阵，有些袁世凯，啊，大家咧拍来拍去安尼。哦，迄时阵大家拢做痛苦的，但是啥物爱背讲啥物人张学良，啥物有诶无诶。毋对。啊，我拢会甲我的朋友讲，若是伊无时间，我拢会直接甲伊讲，一个上大的改变就是即摆的108课纲啊，无即寡人啊。哦，完全无讲哦。淡薄啦，因为迄个袁世凯伊上重要哦，伊上明显上重要，所以也是有袁世凯。啊，毋过亲像足侪有诶无诶人，迄个啥物。之前大家有听过什么缝隙啊，什么直系，什么乱系，做麻烦的迄种，有诶无诶物件，其实拢袂课啊，对。但两个人吧，就是袁世凯加张学良，因为张学良后来迄个西安事变，对。啊，毋过其实我感觉即摆的历史其实是有淡薄咧开始咧变加，我知影因为我头看开讲是有一寡是迄个国中生。国中生可能袂敢讲，我知影，伊即摆国中生可嘛是敢讲，背即寡人做痛苦的。啊，伫个阮迄个时代，即寡人的人命是差不多3倍。无毋对，你毋知影啥物好做，真正是咧痛苦。哦，真正做痛苦，啊，搁爱看是啥物迄个江拍摄，介是要安怎？我相信。我嘛无较。我做少讲到即个人的名，所以我毋捌用台湾话叫伊的名。对，我嘛用小的无对无？反正就是迄个蒋介石北伐迄个路线上面也有诶无诶，哦，做痛苦诶。对。啊，伊早爱背哦。伊早爱背，啊，起码无啊。对。佚佗迄个阿叔伫迄个开讲是有讲到啥物？皇帝无啊，夏商嘛无啊，即马一家夏商嘛无，对，即马一家为周开始，哈，会当安尼哦。商会小可讲一下，讲就是迄个周甲迄个商拍败，啊，毋过袂讲甲遮复杂，对。之前阮该背啥物皇帝尧舜对无？毋对，皇帝尧舜夏商周。哦，佮有做者迄个奇有诶无迄个歌啊，毋对。啊，亲像迄个春秋战国诶，背迄个啥物春秋五霸，还啥物战国七雄诶名，袂记了。不要紧，我嘛袂记啊，因为即马嘛袂考啊，对。啊，对，就是迄个迄个是汽油吗？开讲是迄个汽油上，就讲诶，就是讲之前爱背迄个民国时期诶迄个军法，啊，即马较无啊，知影讲袁世凯就好。对。
其实我听想到一个，我听想到一个做趣味的代志，就是头有人讲，江开，或者姜盖椒，石头椒。我之前问学生讲，我之前本来是要问伊讲迄个原树开的代志啦，我是问讲伊讲，你敢知影中华民国迄阵，打出来时阵，我问学生讲，你知影上大尾的迄个军阀是啥物人无？伊就讲，是蒋介石嘛，我就一直笑，因为大家平常时啊拢会，因为军阀伫个迄个中华民国属是较歹的意思，迄阵蒋介石通常大家袂安尼讲，伊拢是迄个，伊是一个好人，伊是一个迄个，迄阵拢爱有迄个，对，迄个军阀拢做歹，拢有做者，伊是，但有迄个蒋介石是要复兴中华民国迄个一寡。毋过事实上，因实际上敢真正有差别啊？我这敢会使安尼问？其实实际上呢，若是阮甲军阀定义做。就是有军队的迄个，其实大家拢是差不多的啦。应该是吼。认真讲起来，对，其实认真讲起来。头啊，我看到佫有一寡迄个春秋战国对无？春秋战国嘛，即马当会简单出现伫个迄个课本顶头尔。对，就是简单讲过。是出现啦，只是讲有迄个秦朝的关系。对。有刚有你有较少无？就是有呢。对。毋过我即马我想要插播一个代志，就是讲，虽然讲即马伫个108课纲，就是讲108课纲，就是中华民国108年到即马，所以差不多出现6档啊，7档啊。对。佫有做者老师伊伫学校伊可能是较旧的课纲的，所以可能可以考一寡较旧的物件，这是阮即马拄到的问题。所以迄就是老师因家己感觉讲爱考，毋过其实大考的时阵袂出现。对，就是阮即马但是即马你是国中生，对，就是讲你即马咧考试的话，你应该是考一个物件叫做会考的会考。会考即马其实拢袂考啥物军阀，袂考啥物，就是课本顶头无写的物件，拢袂考。对，无就是迄个市友讲的，就是讲，若是有考，可能课本无写清楚，伊就有争议，可能会上分，就做无聊的。浪费时间。毋过有一寡学校的老师就会感觉讲，这若是无互恁知影，恁就会迄个可能会安怎的，做麻烦。就是迄个啦。其实。这我感觉对这学生做无好的代志，是因为学生就会感觉做挫败。做这学生就会感觉讲，社会科无范围，就是因为迄个学校的老师会去考做这超范围的物件。我怪迄阵遮尔痛苦。对。所以讲，若是阿慧，你是即马的国中生，你会拄到一个做麻烦的状况，就是讲，你若是拄到亲像我啦。我会甲你讲，这物件会考袂考，毋过学校的段考可能会考。了解。我平常时我拢是甲迄个家长去说服讲，你上重要，我其实毋是一个做考试取向的人，我感觉学生有做侪好的代志，袂当搭用迄个分数，搭用迄个考试去看这个人。有影。毋过你若真正要用分数，你至少嘛用。有真正有用的分数，就是大考的分数。对。你去学校去考一寡做无聊的物件，迄真正做痛苦的。对。对，学生就会感觉做挫败的。对。而且讲，像我，你先讲。就是我感觉讲，对无毋对，就是背一寡人名，真正是无一定对伊的人生有帮助啦。因为照伊来讲，教育上重要的目的应该是对伊的人生爱有帮助，所以我感觉你讲的对。是。亲像我咧甲学生讲的时阵，我拢甲伊讲迄个人名，我拢无咧记的，我拢会甲伊讲，莫去查迄个人名，就是讲，毋管其实今日毋管是中国史啊，还是讲台湾史，还是讲世界的历史拢好，就是我感觉其实背人名是一个做无意思的代志，真正是。
对，就是阮若是咧看 anime 的时阵，若是阮咧看迄个做者故事的时阵，我其实拢会记你讲迄个人叫做啥物名对无？就是讲迄个角色迄个 character， 嘿对，迄个名字。亲像阿慧，你有介意 anime？ 哇，熊问者，我想看卖。我前一阵仔有咧看迄个啦，Rick and Morty。嘿，说出好安安。哦 ，Rick and Morty。嘿，我做介意 Rick。安。对，Rick 就是迄个较细汉的迄个囡仔嘛，啊 Morty。Rick 是阿伯，迄个较老的。迄个较老的迄个对吧？对。淡薄啊，迄个小安尼。我知。小的啊，迄个较少年的人，迄个每一摆拢咧帮迄个阿公切卡葱的迄个。对，Morty 嘛。对啊，亲像我单看一寡尔，我就马上知影讲，迄人是 Ricky， 迄人是 Morty。对。啊，我若真正袂记啊，我真正记毋着，啊，其实嘛袂安怎着无。对。其实我袂记对一个是 Morty 嘛，袂讲。真正是影响着。啊，其实我感觉历史嘛是安尼，就是讲做者历史的物件，就是阮知影有即个故事，阮知影讲之前可能蒋渭水，可能林献堂，可能做者台湾之前的人，伊是安怎？伊可能对阮来讲有啥物重要的？啊，若是可能你若是无法度家记掉，伊可能无做重要。对，我感觉你讲的有理。对。嘿，可能。亲像。其实有一寡人可能真正伫个历史顶管，可能真正是，伊可能有家己的，伊咧迄个专业有家己的重要性啦。就是他可能在那个专业有他自己的重要性，但是对学生来说，对学生来讲无遮尔主要。我会感觉。对。了解。所以我拢袂鼓励。即马其实即马伫个中国史内底，其实考的人名嘛，足少啊。对。这是相对，我知影伫咧开讲时的一寡高中生嘛，感觉讲做痛苦的。就是高中生即马伫咧开讲时，可能会听过几个人，就是亲像秦始皇亲像迄个，我想一个汉武帝，因为伊有开丝路啦，开通丝路。搁刷落来的差不多要到迄个康熙啊。对，中间的足侪人拢无去啊。亲像迄个唐玄宗啊，亲像啥物，做者有诶人拢无去啊。对。我毋知迄个阿慧伫咧学生诶时阵，你有拄着即寡人无？就是有啊，毋过阮迄阵可能逐个朝代诶迄个上头诶一个甲上尾诶迄个拢爱记。对，啥物上头啥物朱元璋啊，是迄个赵匡胤啊，一寡宋朝迄寡人。嘿，爱记诶较济。其实即马课本顶头嘛是有淡薄有出现即寡人，毋过真正其实讲伊就是出现只是伫咧课本顶头写一下讲，这个人是迄个，伊是要他是要带到一个大历史，然后稍微提到一下朱元璋打倒元朝，对。伊袂去甲你讲啥物朱元璋会做者有诶无诶物件，迄若是我感觉迄就是义务教育，就是讲大家知影讲有即个代志就好，就好啊。讲上重要的事件呢？讲上重要的事件。其实伫个我知我其实伫个我心目中啦，我感觉其实这嘛无讲做重要。以台湾人的感觉来讲，毋对。对。像头仔讲迄个，你讲。别，你头仔讲，你先讲。我想讲头仔有讲迄个思路嘛，思路，迄就是对规个世界史可能较重要的，迄个有影是会使。都甲当做世界史的一部分来讲，我是感觉应该无问题。就是讲，今日台湾史是台湾的历史，今日中国史，中国因为伊嘛是真正有淡薄仔伫迄个明朝、伫个清朝的时阵，伊真正有迄个甲迄个台湾有接触啦，有接触到。所以讲，我嘛是袂敢讲一定袂当讲中国的历史。你讲伊的分量那小大张啊。对，而且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就像你讲啊，就是中国甲咱台湾较有直接关系，朝代可能就迄几个尔，比如讲郑成功迄阵嘛。对。毋过就是咱迄个日本啊，佮有迄个东南亚啊，对咱台湾
其实嘛有真大的影响，啊，毋过像安怎因讲的比例就遐尔少。对啊，对啊就是讲，伊咧迄个，因像我家己的感觉，就是讲，因像迄个，大航海时代，就是大航海时代，对因为你咧迄个，若是你是国中一年级的一年的学生，你头一课你可能学到的，就是迄个台湾的史前时代，对，数据经济的时代，啊，可能过来就是原住民，啊，过来就是迄个。荷兰人加迄个Spanish 西班牙人来台湾，啊，毋过其实我的学生伫咧读伫遐的时阵，伊都会 KK，就是讲伊伫咧台湾遮可能之前有原住民，有迄个之前有史前时代人，伊拢会当了解。啊，毋过伊毋知影为虾米可能有一寡荷兰人会走来台湾。啊，对，是为虾米安尼？伊会感做好恨，就是讲啊，这个问题一定要到伊国三的时阵，到伊2档以后，伊才会知影三年的时阵，伫咧世界史的时阵，课本有写讲哦，迄时阵才有大航海时代。啊，毋过迄个时阵，伊可能嘛对历史嘛无做侪兴趣啊。对。我感觉这是一个做，就是讲你若是要讲伫咧台湾接触到的文化。我感觉大航海时代其实会当先讲清楚，讲为虾米即寡人爱来台湾，爱来买物件，还是要来创啥物安尼？对啊，对啊，亲像阿慧你头仔讲的迄个日本时代嘛是啊，对，因为日本时代伫咧迄个迄个开讲是有讲到古一现在的话就讲到迄个大航海时代。我爱看老师呢，老师有补充的补充，啊，有一寡老师可能就错过去。对啊。其实我感觉我伫我国中的时阵，我感觉我感觉做奇怪，是像这个人哪像为石头蹦出来尔。有影，毋知影是安怎？应该讲毋知影为虾米迄个时阵，因为迄个时阵大航海时代其实是迄个做者欧洲的人，拢伫咧迄个亚洲伫咧找做者。迄个殖民的所在，所以迄时阵大家拢会经迄个地点。对。伫咧迄个时代，为虾米偏偏是台湾互迄个荷兰人敬着？我感觉这是一个会当互大家知影讲，台湾的迄个地位，迄个土地的位置、地理位置。毋过迄个时阵拢无去教，可能有一寡老师会补充人，对。毋过你无法度保证讲，大家老师拢会安尼去补充嘛，因为你课本无安尼安排。对啊，亲像阿慧头有讲到迄个日本人伫咧迄个课本顶头真正做宝的，我感觉这做可惜的。对。而且日本时代其实离咱足近的呢。毋过安尼课本安尼讲起来，大家拢无感觉。对，我问做者学生讲，你知影日本时代其实讲你可能阿嬷还是你讲阿祖，可能嘛有着，对，都有母着。伊可能做者伫日本时代人，即马还未过身的，因拢毋知影。对啊，有占一课，伤少。有占一课啦，对。有些寡占一课。对。啊，无工作清啦，对。对啊，我嘛是到大学接触台湾史了，才知影其实日本时代发生的代志有够侪。对。对啊。哇，毋过我历史也是做无好诶。袂要紧。啊，毋过嘛是有做侪，其实讲伫咧中国史诶，即马我知影大家今仔日伫遮可能拢无做介意听到中国史，我知影。啊，只是甲大家讲一寡。可能一定有经历过迄个时代人会当甲恁讲，就是即马做者历史拢袂考啊，对，卖上，对。亲像阮头啊，亲像讲啥物迄个五代十国，还是啥物魏晋南北朝，拢会讲淡薄安尼尔。啊，无要背啊。对，啊，上面迄个一个所在伫倒位咧，是咧迄个三国时代。三国时代即马拢无课啊，对。安尼哦。对，
其实讲我感觉这是一个做有艺术的代志，就是讲虽然讲三国伊作为一个故事，伊是好耍的，就是讲做侪人可能对历史故事有兴趣，就是因为伊可能介意迄个三国的故事。啊，毋过我要坦白讲啦，就是伫历史的教育的方式来讲，其实三国毋是讲最重要。我知，而且伊迄个故事是有、那個、秦朝有。嘿。啊对，我知你要讲的，就是讲迄个故事是有加油仓，在迄个明朝迄个罗贯中有去，嘿，对，有加油仓，嘿，对，所以讲伊即马就摕掉啊，安尼，我感觉这是一个袂歹，啊无之前搁爱背即个物件安尼，对，有影，啊对，然后啊对。其实我以前咧想即个代志的时阵，我咧想就是讲，这是一个迄个义务教育啦，义务教育。对。啊，或者你感觉义务教育内底可能爱放啥物？你感觉就是？你是讲历史还是所有的科目啊？对，历史。敢若历史啊？先讲历史的话。历史。你感觉就好。我会感觉哦，还是讲啥物卖放入去？当然是，当然是爱甲白色恐怖全部放入去，因为即摆比例真足少诶。虽然我知影伫迄个，因为咱一寡政治方面，会有拄着一寡问题啦，所以伊迄个比例要是足低，啊，毋过我感觉迄真足重要，就是因为咱台湾就是一个一直防殖民诶所在。啊，毋过遮殖民的历史对咱规个族群其实影响足大诶，所以其实咱爱去面对，爱去知影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就比如讲，我毋知要安怎讲诶，就是袂要紧，打咧。嘿，就是我想看卖哦，我感觉。我安尼讲可能会牵较远，啊，毋过就是我有想到，或者咱就是罔开讲安尼，啊，就是，对，进前我袂记得伫倒位看到有人讲，足侪台湾人袂去意识到台湾其实是一个有族群冲突、族群的问题的所在，啊，毋过咱毋知影即阵代志。我感觉这真正足重要诶，所以咱其实比如讲，咱即马要安怎讲？我就真正黑白看啦，但是袂要紧，莫生活哩。我家己是认为家己历史足歹诶人，啊，毋过我伫社会顶面其他诶所在拄着诶人，因诶历史拢比我搁较歹，因甚至连迄个日本时代甲清国。甲郑成功的顺序拢会舞毋对，我就感觉足恐怖的。嘿，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即个教育可能爱互咱知影讲，就是咱规个即个族群到底以前捌经历啥物，啊，才变做即马即个形。我感觉这是重要。比如讲是安怎中国照三顿咧食咱的豆腐？这是安怎？这个原因其实嘛足重要。啊，毋过有真侪少年人，因可能毋知。对，就是爱互因有法度回答。啊，甚至是有外国人想要知影讲，恁台湾人是安怎？比如讲，恁台湾是安怎号做 Republic of China？ 伊要安怎解释？爱互因有法度。对，啊无就是。对啊，啊无就是有外国人问讲，我听讲恁以前捌互日本人管啊，恁生活中敢有啥物日本的物件、日本的文化？伊敢回答袂出来？我感觉这嘛是重要的，因为伊安怎甲人回答嘛，等于是安怎互外国的其他的人认捌咱即个族群。是，我可能看足远的，啊，毋过我的想法就是较济，嘿。别，其实我感觉讲迄个头阿辉你讲到，就是讲，你历史较无
学遮深，我安尼讲较会使。你免想礼貌啦，嘿。啊，不过你刚刚讲社会上有这侪人可能历史的感觉唔好，其实讲我家己的感觉是安尼讲，就是讲，若是可能今日好，可能安尼好啊，就是讲全部的人历史拢做好，但有一个人历史唔好，安尼可能是伊家己可能无认真读，还是安怎？哎，对。啊，毋过若是规个世代，若是规个世代的人，伊的历史拢无好，安尼我感觉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啊，毋是单纯讲你可能无拍拼、无骨力的问题。对，我是安尼感觉，就是讲，所以我感阿辉应该是无这个意思，我感觉，毋过我甲阿辉讲，就是莫伤自责，不要太自责安尼。了解。对，我感觉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对，这嘛是我即马做老师，即马咧去拍拼去解决这个问题安尼。对。你讲了真好，就是大家用同一个产品，啊，大部分的人拢拄着问题，安尼应该是要检讨迄个产品。对啊，应该是因为我感觉做侪人其实出来的时阵，因拢做自卑的，毋是可能阿辉毋是这个意思，可做侪人拢应该讲无做侪人有做勇气，甲伊讲我就是历史做好，我知影讲阮的历史，阮伫即个土地顶悬，发生遮尔济代志。若是伊搭有学校教育出来，伊做歹讲出即句话，我感觉这是一个做悲哀的代志，毋是因悲哀，是迄个教育的制度悲哀。对。就是讲，你学校的教育，搁咧考一寡做有诶无诶物件的时阵，互大家对历史都无兴趣。对啊，我就会感觉做艰苦诶啦，对。哇，你头拄仔有讲到一个概念，我感觉足赞诶，就是你有讲到迄个，你头拄仔是有激励讲，咱若是比如讲 Rick and Morty， 咱知影即个故事，咱有兴趣，咱就会对遐个人名才会有印象。我感觉有影，咱若是要互人较会记得历史，到底发生啥物，咱可能真正是爱去学讲安怎来讲一个故事，因为咱有个人咧写小说啊，还是画漫画，因其实拢是有一寡讲故事的技巧伫内底，有一寡技术。所以凡是咱安排教材的时阵，应该是爱去参考遐个方式，才会互人较记会掉。有影。对，佮有是一寡就是，而且我感觉，你用文化传承的角度去看这个代志嘛是，你嘛是真正要用做我用华语讲，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用很势利、很功利的角度去看，也是一样，就是讲。阮若是要甲别人竞争伫款文化的方面，对啊，阮伫时阵阿辉头讲的，阮若是去学日本人，我是讲完全学日本人去学日本的学校的生活，啊，我感觉会淡薄仔可惜啦，毋是讲袂当话，我是感觉有淡薄仔可惜，因为阮可能无知影家己的历史，所以阮可能知影的代志，但是阮看到迄个别人，有时阵我看到迄个日本，还是看到美国的一寡漫画，我拢做羡慕，做要安怎讲？欣赏啊，欣赏，就是讲，因可能一定去学家己的历史，学甲做清啊，可能开始有一寡反转，有一寡迄个，恁拢知影即个历史啊，我即马甲伊转起来安尼。啊，毋过阮即马台湾历史是大家拢讲佫有印象，拢啊无做有印象。无毋对。啊，毋过我感觉这才是阮特别的所在，因为你即一个台湾人去画日本的历史，会较歹迄个甲人竞争安尼。对啊，你应该画日本人，你画袂赢啦。日本人家己做当然较厉害。竞争嘛。竞争，竞争。对，感谢阿峰。对。对啊，有影。对啊。然后我想到一个，歹势我一直讲，对。其实嘛，伫这个过程当中嘛，有一寡人会问讲，就是若是我真正有一寡学生啦，有时嘛是应该讲大部分毋是学生啦，应该大部分是一寡家长啦，是一寡也会上咧支持讲，莫甲中国史给单调的人。
啊，可能会讲，就是讲，啊，若是有一寡人真正对历史、对中国的历史做有兴趣，要安怎？我会对，你感觉安怎咧？我感觉这真明显啊，就是你若有兴趣，你就会家己去了解啊。对，这应该是。就是讲，因为阮即马是咧，我们即马是讲的是义务教育，对，就是义务教育内底的物件。那你若是真正伫可能大学的时阵，你可能真正对中国的历史，其实我是完全赞成的哦。就是讲，我是完全支持讲你伫咧大学的时阵，你可能感觉讲你真正对中国史做有兴趣，啊，你家己去学，啊，你有家己的迄个所在当去学。嘿，对。啊，不过你义务教育内底应该是先看大家拢有较有感觉的所在。嘿，对，我是安尼感觉。毋对。哇。对啊。对呢，我是感觉讲，你若凊彩掠一个日本人，伊足了解日本历史的几率，应该爱比伊足了解中国历史的几率较悬。啊，不过你若凊彩掠一个台湾人，就变做是，对，伊对台湾史可能无啥了解。对，这足奇怪。其实我感觉做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阮今日讲迄个课本顶头的228，甲迄个做者台湾史甲中国史嘛，对无？阮就会讲到就是迄个阿峰听迄个阿辉听得到吗？听得到。啊，听得到。其实我会想到迄个就是课本顶头即马写的228，也是讲迄个白色恐怖的代志嘛。足少，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大家在看历史的时阵，有淡薄仔小太过扁平了。哦，安怎讲？我的想法是讲，因为我的意思是讲，可能我想这边安怎讲哦？就是但是我想这边安怎讲？不要紧。因为阮的历史其实是足复杂的，这个足复杂的历史内底可能有一寡做者私人恩怨的所在。对。做者就是我感觉即马因为迄个可能台湾史讲较少的关系。虽然即马是108课纲，毋过伫亲像头迄个有各种成立迄个开讲式国的分享的，就是讲228加迄个音箱。可能加起来无够几页啊！可能大家知影是这段历史，就是知影讲这段历史就做痛苦啊，做一人这真正做重要。另外做重要的所在，另外是嘛有做一人用家己的方式来反抗。毋过这个反抗的所在，可能无法度写到，就是讲我感觉人是做多元的，就是讲就有受害者的叙事，也有就是他们去努力反抗的叙事。或者人也有很多种这样子，对，对啊，你嘛课本较歹讲到，对，有影。我头问者，即摆地南用敢有伫课本内底？我无确定，我较无确定，毋过我想应该无伫，毋过，我真正做好现，我知你的意思，我即马想到。而且这离咱足近呢，我毋知影伊敢加放入去。不要紧啊，一定会使啊。一个。我即马就摕课本来看。水。所以，因为今日就是想讲，会当做一个老师来回答你的问题，对啊。所以你当加问一寡人。你是讲我咧等你现册的时阵，佮加问几个是吗？对。我想看卖。我感觉这个，迄个汽油缸头问的是啥物？我头可能无听到。应该是讲地南用就是郑南榕。伊是对，伊是问讲头拄仔讲的是啥？可能伊毋知影我咧讲啥。我是台湾史重要的一个人。我先讲一个较残念的所在，就是课本顶头，即摆各种课本顶头是无晋南榕的。对，
我是无啥意外啦，因为我迄阵嘛是无可能。因为我嘛会记我伫国中的时阵，我嘛无印象迄个南中的，根本毋知影即个人。对，哇，对，迄个基友嘛是安尼讲，对。毋过这是一个做难过的，做悲伤的一个代志，因为我安尼讲好啊，就是讲迄个学生可能问讲迄个啊，我学即个历史要创啥？毋过你即摆会当伫个，我有时阵是想要甲因讲，当然是好啊讲啊，就是讲你会当伫遮咧讲话，做大部分是因为做侪人，因为你个会当讲话权力啊牺牲安尼。对，汤德章我看者哦，应该嘛是无。靠腰。我嘛是伫国中的时阵完全毋知影是啥，我可能高中嘛无。哇，系啊，无真正可能足侪学生，因根本毋知影咱即个会当自由，有即个言论自由是有人争取的，因着假是一开始就有的。网络就无可能啊！其实有足侪人伫迄个，而且是迄个戒案，就是戒严迄时阵，做恐怖迄个时阵，就是你可能讲啥物话，你可能可以抓去关，还是抓去杀。对啊，你甚至毋免讲。对，甚至毋免讲，可能你去讲到你的名。嘿，对。哦，对，读册会嘛是嘛，对啊。读册会嘛是，对啊。戒严应该是有讲。毋过可能嘛无讲做详细。我哥想要问，国语正确这桩代志敢有讲？好，来，等我挂高白的代志。挂高白卡，这应该毋敢讲吼。其实我即马先甲迄个阿辉讲为虾米，我毋知影，是因为我伫学生的时阵，我甲学生讲话的时阵，我拢会直接甲即寡物件当做做理所当然的报起来啊，了解。所以我有时阵我袂直接照课本，我就是直接安尼报起来。所以伫我的心中，当时我若是教授，我拢是直接讲的。所以我即马要向你讲课本，我要先看者，就是汤德章也是讲郑南榕即寡人，我拢是直接甲学生讲的。袂歹啊，你真是一个好的老师，你真是甲你感觉重要的物件。对，因为。因会感觉讲，考这个历史有饭食无？毋过可能无饭食，可能你无话通讲。对，毋对，袂当做饭来食，毋过互你会当讲话。对啊。伫咧汤德章迄个，我来回答一个迄个头仔问题，就是讲汤德章啊、郑南榕拢无伫咧课本内底。哇。可能我先讲一个，我即马看的课本，伊是迄个这个是翰林版课本。那可是我先要啦，把的课本嘛是共款啦，对，把的出版社应该嘛是差不多。应该若无收到内底，应该就是大课未课，吼，安尼就是会收到啊，也是做者迄个禁止版的啊。毋过迄个因为美丽岛事件。美丽岛事件，因为伊伤重要啊，所以伊是有出现的。这有讲。对。迄个美丽是有出现的，对。就是迄个党外人士啊，迄个民进党迄个时阵创立的迄个时期的物件是有出现的。这嘛有影重要。就2-3页，其实我感觉做无够的啦。对啊，做无够的啊。迄甲咱即马逐工的生活其实是做有关系的呢。对啊，亲像他有时有讲到迄个王玉德，还是讲林茂生嘛，应该拢无讲吼。毋过我补充者，这是讲国中的，可能高中的我都毋知影。对，我的专业是国中。了解。对，因为我是家己拢会报啦，所以我头较歹想，是因为我是真正拢会报即寡人。对。袂歹啊，我感觉。对啊。你就是自然的甲学生讲，因着，互因。上无互因小知影有遮个代志。对。我嘛袂甲因讲，你一定要甲即个郑南榕，还是甲即个汤德章的名报来嘛？毋免。你就是知影讲，当初因是安怎，拄着啥物个代志，安怎去处理的。对。
啊，凡说倒一工家己有兴趣就会去查。对，对，主要我感觉学历史上重要就是讲，因为人的人生遮尔久嘛，可能阮即摆学的做这历史，可能拢是阮后我感觉先互因有一个兴趣，伫国中的时阵先互因知影讲，阮有即个历史，即个历史是安怎做痛苦做黑暗，嘛是爱知影。对啊。国中应该无讲伫迄个。无讲到台湾民众党吼，迄应该是我高中的时阵知影有，国中我无印象。对，高中的时阵有啊，我看只有。所以这平常时你敢会讲？毋过这日本时代咧。我平常时我嘛会讲，毋过迄个若是讲到迄个台湾议会设置的迄个，我袂讲遮尔清。毋过我会讲迄个时阵有迄个选举。对，我是用迄个，就是我会讲的是，我会甲学生的切入点是讲迄个，因拢毋知影讲，其实选举的权力是足近的时阵到有的，是大家做拼命去争取到的。头前我就会先讲到，伫咧日本时代的迄个台湾人的民族意识较重的时阵，迄个时阵台湾人是对抗日本人啦，就是亲像迄个。阿辉咧要耍的迄个聊天钉迄个共款，对，迄个时阵都做侪人的迄个去争取迄个选举，当时日本的议员的管理安尼，对，我会用迄个方式去讲，了解。上复杂，我会看学生的兴趣安尼。嘛对，就是因为迄个时阵，伊是台湾的迄个议会设置请运动有做者无共立场的人，就是啥物蒋渭水啊，啥物林献堂伊的路线其实无啥共。我感觉这就是有兴趣的学生，我甲讲就好。无兴趣，你有一个概念，就是讲，阮选举的权力是安尼来的，只就安尼。对，淡薄仔亲像迄个因材施教的感觉。对。因为我感觉嘛免勉强啦，就是讲，毋是讲每一个人拢要知影讲遮尔细，对。所以你嘛捌拄过，就是伊对这足有兴趣的学生。我嘛有拄着，我有拄着足有兴趣，嘛有拄着足无兴趣的。了解。无兴趣啥啦，就是讲我就是要考试就好呢。嘛有即种的，就是讲伊会感觉讲我即种是我感觉是我先讲我其实拄着啥物款的学生，我拢袂感觉，就是我是一个袂气嫌学生的人，因为我感觉学生的无兴趣，一定是阮的教育制度，因为学生是一个做，因为阮拢做过学生嘛，拢知影学生一个做痛苦的，就是无的确是历史嘛，有可能做者啥物。老师去读历史、摕地理啊，啥物的，所以伊可能真正做忝，伊就会感觉讲有时阵我讲一寡毋是课本顶头的，伊就会感觉讲，老师我会当先管好考试的代志无？了解。伫咧即个状况内，我嘛会先甲伊讲，对，好，你即马可能时间无够，安尼阮就先处理考试的代志。毋过若是以后你有时间，你有机会，我其实会想要甲你分享，安尼。就是我袂甲伊的迄个无兴趣当作是一个歹的代志安尼，对。安尼嘛有理。过真正有拄着即个人，甲我讲，就是讲我即马就想要知影讲，我想要直接出去，就是我会直接去考试，会当直接摕到上悬的分数安尼，有即种的，对。嘛好啊，若知影伊若知影家己即马想要爱啥，嘛是袂歹。对，我感觉这至少是好的，是因为伊有家己的想法啦，伊有家己会当讲，伊家己会当决定讲，我即马要啥物，我即马无爱啥物。对，可能有真侪学生无法度安尼。对，可能有一寡人可能，所以我感觉这个学生的无做者无共的心态拢是有的，对。亲像开讲时嘛有，即马嘛有开讲时嘛即马有迄个国中生嘛会当野手，还是讲即马你是咧学校嘛会当野手一个，对。其实我嘛感觉做厉害的是，因为我甲的学生做侪，嘛有一寡学生是真正足关心台湾的
主体性的，对。嘛有哦。对，嘛有。伊是对，就是要安怎讲？伊就是你讲的主体性是讲，伊知影讲台湾人可能无等于汉人，还是伊就是敢若讲台湾赞中国歹即种的。足侪人其实拢是为足侪人其实一开始拢是为中国歹，过来台湾赞开始的。对，因为我嘛捌经历即个过程，虽然讲即马足侪，因为足侪出社会人，即马拢会去嫌迄个即马学生是毋是讲咧，拢会想讲伊是毋是拢咧看啥物小红书啊，还是拢咧看抖音啊？对。其实我要迄个，我要帮迄个即马高中生讲话者，就是讲其实无足侪呢，即个我看到拢无足侪，对。嘛有足侪学生，伊可能是安怎？伊可能是感觉讲中国的威胁，真正是伫个。你讲中国哦？对，歹势。头拄较无听无清楚。对啊，歹势，因为我头迄个你甲我用管理员还是？歹势。我用惊着。对。足侪人其实是即马有开始咧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威胁，安尼。OK。对。伊嘛有讲，伊可能有一寡人嘛会感觉到，就是讲中国有时阵无足自由。嘛会感觉讲，足侪中国的迄个嘛烦恼啦。有时阵嘛会烦恼讲，中国若是拍台湾的时阵，会问我讲，迄时阵阮要安怎？安尼。嘛会问即种问题啊？对，因为我感觉是因为我感觉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学校的老师可能无法度满足，对，回答迄个问题。其实我感觉嘛无一定是老师的错，可能伊即摆回答伊若是运气较好，伊拄着是迄个较支持台湾主体的迄个家长，可能就无代志。对。若是今仔日拄着可能立场甲无共的家长，可能学校的老师就较辛苦。我因为我是迄个家教，所以我较袂迄个拄着即个问题，我才会当安尼满足伊的迄个问题安尼。嘛对啊，因当然是足惊的。对。我看到迄个开讲是有台派国中生。台北高中生非常欢迎你。你是咱未来的希望。对。对。对。是。哇，好佳哉，因为我嘛较毋知即摆的国中生到底拢生啥物型。毋过因为国中生毋是迄个亲像阮大人啊，安尼对无？所以讲国中生可能对中国是安怎？会安怎做，还是讲中国的一寡感觉可能无遮尔实际遮尔实际，所以讲有時陣，我的學生啦，伊是做討厭，伊是做煩惱迄個中國的來迄個影響台灣。毋過伊嘛會感覺講，若是到時陣，我會當甲伊和平談判無？就是學生，阮的學生可能嘛是有一寡想法是講，我會當甲因好好，我們可不可以跟他好好相處安尼？我知。我嚟跟學生講，我嘛想，我嘛最想要甲伊。若準會使，當然嘛是希望會使。煞來就是解釋講是安怎。你會遐，我嚟遮，大家當阮的文化會當佇一個安尼交流安尼。係啊，若準人，對。唔對。有時個，請講。無啊，就是有時學生較。敢會當講較單純，就是因對一寡較複雜的迄個，對，因無法度直接理解，真正是會問，就需要有人會當好好甲伊解說，這真足重要的，這是學校的老師可能做袂到的代志。而且講伊可能閣有一寡問題是較直接的，就是因為學生實在足好閒，伊實在足好閒，親像。有一寡人可能會講迄個出賣台灣嘛，對無？阮知影可能伊就感覺講，奇怪，
较有人伫咧台湾出生啊，伫咧台湾用台湾的健保啊，用台湾的，你知影意思？我知影意思，大家应该知。但是因为台湾就是互因遮尔自由，伊才会当去美政府做这代志啊。为什么伊要出卖台湾？伊就敢讲这是真正有遮尔歹吗？还是讲其实因无遮尔歹？啊，我就爱甲因解说讲啊，有可能是安怎呢？对。学生较无拄着大人的现实啊，可能较毋知影讲。就是我感觉伊是做歹去想讲，较有人伫咧即个所在生活啊，真正会感觉讲要，你知我意思？对因来讲，迄足奇怪。对，就是即个人较足奇怪，伊感觉讲，即个人若是去收中国的钱啊，可能拍一寡影片，伊可能是会当理解的。对。啊，毋过若是讲今日要基地讲中国来拍台湾，伊就会感觉讲，较有遮尔严重吗？我有时阵就爱甲伊讲，可能真正遮尔严重哦，对不对？还是讲啥物？可能伫咧阮即摆的国会嘛，即摆迄个立法院内底，可能有人讲，拢是伫咧台湾出生的人，真正有人会通过一个法案，啊，会甲台湾的迄个国防的迄个军队，啊变甲做无法度去抵抗迄个中国的军队，敢有遮尔歹？对，我有时阵爱讲，就是书记当然我伫咧跟学生讲的时阵，我会甲我家己的做者个人的物件拢放开啦。一定我会讲就是讲，我会互伊看到，就是讲迄个立法院内底可能有啥物人是投啥物票。就是我会给他一些比较实际的资料，他互伊去参考。我袂直接讲啊，这寡人就是歹人，这寡人就是安怎？我袂安尼，我是互伊去家己去判断安尼。对。对。真正学生有时阵等的问题，我有时阵我嘛感觉讲对，我嘛做好奇的。我嘛做想要问的，也是我较好委婉无啦。对，就是你问的问题做好，阮若有时间，阮做伙较委婉问一个，就是讲，你是安怎咧？有影。对。不过我感觉学生的好现真正足好的，表示伊有兴趣知影。你才有这个机会去甲伊分享。对，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我感觉就是较无正式的迄个，就是我们这种非正式的老师叫我可能会当去处理的所在。对。所以讲，虽然讲我家己是无支持讲一寡大补习班的人，就是讲我无介意迄个大家拢爱去补习，迄种。啊，毋过我嘛是感觉讲有一寡体制外的教育嘛是会当去做。哇，有影。哇，今日找你来真正太好，就是其实以早我还咧读册的时阵，阮厝内人有想要叫我去做老师，就是体制内的老师。我为迄阵我就知影，我足无介意做体制内，因为真正有足侪限制，而且有足侪问题是体制内教育可能无法度改变还是处理的。对，我知影你的意思。对。对啊，比如讲台湾话本土语言嘛是啊。本土语言嘛是。对，所以我才无要去学校教台语安尼。所以迄个时阵你是有想过讲要去教台语的迄个，你有计划安尼？有捌想过，啊，毋过落尾我知影我无介意，而且我有朋友有伫国校啊教台语啊，有分享伊的状况，就是伊真正因为伊要备课嘛，要备课啊，伊迄个时间算咧，可能无讲足好趁。因为我野心较大，我的目标是希望我会当，比如讲做一寡影片，也是一寡其他的物件，去影响更较侪人，会比我迄个伫台顶影响30个学生，可能即摆也无遐侪，就是会比安尼更较紧。我野心较大。我知影你的意思，我其实嘛是同款的想法。所以你才做你的频道。对，我才做我的频道，因为我嘛是感觉淡薄仔可惜啊，就是讲，因为我即摆一个人，我即摆学生差不多无够10个人啊。这10个人其实拢是因为我讲较坦白，就是讲伊厝内是较会当，互伊去上迄个家教啦。对。其实我感觉这是一个做
其实我是想讲，互大家拢会当都会当知影这个历史，毋是讲，就是你拍开 YouTube， 你就会当去看这个物件，安尼，对。有影，我嘛有看到你有做一寡新的 attempt 安怎讲？新的试验，就是我有看到你有做 shorts 的影片，对，有影。在挑战做 short。对啊，这要互我真正嘛会去思考，讲我若是想要互我的物件，互较少年的朋友看到的时阵，真正会爱去试看卖安怎才会互因看会到。这真是一个足趣味的问题。这有影困难。我了解你的心境。对啊。咱可能大家拢无轻松，但是开讲是有人要问讲，即马国中有啥物要考，还是啥物无要考嘛？会当甲我直接问。拢会使问。安尼我先问者，所以头拄有讲到，就是咱中国史的迄个比例可能是有较低，毋过因为阮迄阵嘛是爱学一学期，规个学期拢学中国史，这即马敢有改变啊？即马也是迄个，即马若是讲你即我咧讲好啊，就是阿慧，若是你是国中生，伫咧你2年的时阵，你上半年上半年的是上学期的时候，有6个月的时间，你会去学较古的迄个中国史啊，就是上古代中国史，个较古早的，就是迄个秦朝、汉朝啊，唐朝啊。迄个就是有一寡这个时期安尼，对，一直学到迄个清朝安尼，对。若是讲伫咧迄个下学期的时阵，就是讲迄个民国时期啊，还是讲迄个嘛是会了解一寡迄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边迄边的代志。安尼哦。对，所以讲即马嘛是1年。对，我的目标是希望有生之年当看到伊变做可能较好的，对，因为即个我会感觉讲，伫咧迄个较古老的迄个中国史，可能跟甲台湾较无关系啦。虽然讲伊即马是较少，毋过开讲时国中史嘛是较少，会当个淡薄仔较少的对。咱好好期待一下。对，另外上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就是我头讲的，就是有一寡物件可能伫咧课本顶头有出现，老师就会想要去考，其实伫咧会考一定拢无要插这个物件，所以讲，即摆会拄到一个状况，就是会考比学校的老师较个进步的状况。哪像嘛是正常啦，就是。虽然安尼讲可能会得失到人，毋过阮厝内人嘛是有做老师的，就小可会当，因为对因来讲啦，徛伫因的角度来讲，就是你即个课纲的改变，就是一个足麻烦的。人拢是安尼，对，人拢无介意改变。对，就是我原底要来做老师，我就想要有一个固定足稳定的工课，所以你常常叫我要改这改迄，对因来讲是真痛苦。是，所以对啊。我看到一个迄个国中的时阵，大家拢做讨厌物件，就是迄个日本时期的时阵，日本时期的话，有做者迄个日本总督的迄个法律，亲像63法、31法、法3号。即马剩63法就知影就好啊。我已经袂记迄是啥。要紧，就是迄个迄个时阵就是迄个我即马讲一寡可能大家 PTSD 的物件，就是讲，就是迄个时阵台湾的总督其实伊的权力是比迄个日本内底迄个议员较大的，就是伊台湾会当有迄个行政权立法权就是行政权。军权跟立法权安尼，有印象。对，就是司法权歹势，就是讲也当家己去抓人，家己去审判，就是求原监裁判呢。
球员兼裁判安尼。啊，其实我感觉，这个虽然这个即马我来讲好啊，以前伫阿辉迄个时代，可能有3种，就是有63法、31法、法3号，啊，即马剩63法。哦，啊，毋过我感觉其实上重要的代志拢毋是安尼，上重要的代志是讲，我可能要甲学生讲的代志是啥物？是，我可能要甲学生讲的代志是讲，若是你真正有一个人，伊会当球员跟裁判，啊，有可能会出啥物代志？无毋对。啊，学生若是会当甲我若是做这学生会当甲我讲出来，讲安尼毋好啊，安尼就是伊当家己去安怎，安尼就做好啊。无毋对，咱为就是伊完全毋知影迄个法叫啥物名，我甲无差。伊会当甲我去讲去，因为这个代志是，因为63法这个代志，伊出社会可能袂拄着，他们有可能你会拄着一个人，真正就是阮即摆社会有一种迄个。我会讲叫做迄个政治偶像崇拜迄个代志。哎，对。啊，一寡人可以感觉讲，一寡人可能做总统还是做，我即摆无讲，我即摆具体要讲啥，就是。对，就是讲要支持讲，就是甲迄个权力一个人一手安尼抓落来。啊，阮就会先甲学生先讲，你感觉安尼是好的吗？阮即摆无讲特地啥物人，就是你感觉安尼是好的吗？无对。对，有时咱为历史。爱知影的代志，毋是迄个名，是伊迄个会发生啥物代志，也是捌发生啥物代志。有影较重要。这较重要，就是讲，阮是要借这个历史来讲，阮即摆咧拄着真正会拄着的状况。啊，毋是讲要背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的迄个历史安尼。对。我感觉这重要的，这最重要的。哇！安尼，互我想到，就是因为你嘛是我，虽然咱无作息的，啊，毋过就是为今仔日安尼听起来啦，我感觉你是一个，就是嘛算是对教育真有热情的人，所以我就会想讲，你若是去体制内底受苦，你可能会中风。对。对，就是，若是今日有个中生，你可能讲，即个老师开讲话方式，甲迄个学校老师较会无共。我先讲哦，这毋是因为我较厉害，是因为学校真正学校的体制。就是我安尼讲吼，就是头阿峰有讲到迄个一个人无捌历史是一个人的问题，啊一群人无捌历史，一个世代人无捌历史，可能就是一个世代的教育的问题、体制的问题。啊，所以讲，你即摆会看到做侪老师，学校的老师，我即摆是讲学校老师，拢有可能较袂遮尔安尼讲做侪学校讲做侪政治，讲做侪社会文化的代志，可能是因为去学校迄个体制去束缚掉的。对啊，对，较辛苦啦，对。对。我会讲，阮的无共的位置咧战斗安尼。无毋对，伊伫迄个位置有其他的代志会当做，啊，毋过当然有一寡限制。对，无毋对。嘛是啦，嘛是有一寡是足有热情的人，嘛是会进入去体制内嘛对。对，我家己是真正无即个勇气。我会当体会，就是。对。虽然咱的迄个战场无啥共，啊，毋过共款，就是迄个有的人愿意去体制内底教台语，我嘛是足敬佩的。啊，毋过我就知影，迄可能我无法度。无毋对。我了解你的意思。对啊，哇，好，我想看下。不要紧。就是开讲时的人有头有人问讲迄个高娃真迄个裁判，对，毋知有解决无，还是无解决嘛？会当问安尼，对。大家迄个免客气，免客气哈。大家免客气，今日我就是来解决大家的问题，安尼。紧，若是大家今仔日想袂到，还是问无够开，就后摆搁去你的频道。对，嘛会使去我的频道。啊，嘛会使，就是以后若是会使，阮会当过来做伙开讲，因为我感觉其实我今日开讲了后，我感觉其实这个话题真正是一喷头，
讲袂煞。无毋对，而且足深的，佫有足济当佫去讲的。对，嗯，对，其实随在去讲经济拢会使讲安尼。无毋对，对无毋对，拢有足济足有的，佫会当详细来探讨啦。哇，所以你家己原底嘛是对历史足有兴趣啊？我对迄个我伫咧国中的时阵，历史就足好，毋过我对课本的历史是足无兴趣的迄种人。哦，就是我做会晓背啊，毋过做我真正是出社会以后，我较真正我就亲像头仔讲的，就是阮出社会的时阵，我会拄着足济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你去拍 Google， 你去问 ChatGPT， 可能拢袂拢无法度甲你解说。对呢。就是你问 ChatGPT 讲，为虾米我出去讲台语拢无人要甲我讲话？伊都毋知。若是我讲台语拢无人，我拢无法度找着为虾米即马华语是迄个做主流的一个语言，啊，迄个客家的，也是讲迄个其他原住民的啊，做者民族的迄个语言，会遮尔无法度起来，是为虾米？你去问 ChatGPT， 伊无法度甲你说明。有影。真正是爱学历史，而且是爱，我感觉佫一个最重要是爱学了历史，你后爱甲做侪人去交流，才会当学会。对。因为嘛有做侪人是学了历史以后，伊可能变甲愈来愈，就是可能学了的历史啊，可能就甲历史就是安尼，可能做固定伊的想法。我感觉安尼嘛无好，对，嘛是爱甲别人去交流安尼。嘛对。因为有时讲一个代志，当有足济无共角度来去甲看吼。对，会当有足济迄个角度。对啊。亲像我头想到一个代志，就头迄个，阮头毋是有讲到迄个一寡历史，可能因为写小少伫咧台湾的历史，写小少，所以讲伊的历史可能较平面、较样板安尼。对，啊，我有想到一个代志，就是讲，亲像迄个，就是讲，其实迄个时代人，其实做侪人，迄个立场是足复杂。我想到的是迄个余清芳事件，西来安迄个事件。其实讲，伫迄个抗日的这个角度来看，伊确实是一个英雄啦，迄个人是一个英雄。啊，毋过其实你若以用即摆的角度来看，伊其实算是一个地下宗教啊，就是讲，伊迄个时阵人可能较无迄个较迷信，啊，所以讲伊可能会用到即个点。所以讲，我感觉人是足复杂的啊！我感觉嘛毋免去，我嘛毋免去讲，即个人就是英雄，还是即个人就是歹人，就是你知影讲，迄个时代足复杂。就是我会问我的学生讲，若是你即马想要去推翻迄个当权者，你的民主意识，你无法度接受即个当权者，你敢会当接受你家己用宗教的力量？可能是你可能是你无介意的力量去达到你的目标。你会当有偌济迄个，我感觉这是会当互甲学生去讨论的代志。哦，这嘛是介趣味的一个问题。也是介趣味的，因为亲像迄个聊天钉无。聊天钉以即摆的法律来看，伊就是一个贼仔，对吧？对啊，而且迄个，伊一个用暴力的是一个贼仔，安尼。啊，毋过伫迄个时代，你敢会当接受安尼状况？我感觉你这东西会当，我毋免甲伊用到天钉、添钉，啊，添钉歹势，添钉，因为即马是讲小少啊，所以讲阮即马就是，阮即马较悲伤的代志，就是若是有你若是知影聊天顶是啥物人，就做感谢。知影即个名就了不起啊！对，你知影做侪人咧反抗本人，对。呀，历史是安尼慢慢建立起来，对。哇！害我想到迄个，我有听过，因为我做兴拍电动啊，我以早回头我捌有一个朋友，伊的历史，伊的世界史拢是
哪算迄个 Assassin's Creed 哪2的，哦，就是了解。用即种方式，真正啦，就是虽然已经讲过几若摆，毋过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互人愿意去了解，有兴趣家己去了解，安尼真正是足有效的一个方式。对，我嘛感觉这是一个足有效的方式。对，这是讲可能讲故事内底可能有一寡物件是较夸大，较无遮尔，可能无符合。我嘛感觉袂要紧。无毋对，有人有兴趣足重要。就是讲，像 Assassin's Creed， 伊嘛无全部拢是迄个。加足济。对啊，毋过我感觉这袂要紧，就是讲，大概就是我感觉有一个交流，会当去慢慢。我感觉历史是伫咧交流之下建立起来。其实上恐怖的代志是讲，大家拢感觉历史都有一种模样，是上恐怖的代志。有影。对啊。像你头拄仔讲的，就是无一定讲。就讲迄历史就是安尼撇。对。就你头拄仔讲迄个，伊无一定就是歹人还是好人，其实人是足复杂的，即件代志其实足重要。毋过哪像有足侪人，即摆足侪人拢会，甲人就直接甲分做好人啊歹人，真正足恐怖的。嘛是讲，若是伊是历史，伊若是这个人出现伫历史的课本顶头，那像这个人就是英雄，就是一个做歹人，那像就只定两种尔。对。但是其实毋是安尼。毋对。对，其实人真正，阮大家伫咧生活中应该就看到，其实人拢做复杂，可能伊对你好，可能伊也是，有可能一寡人可能性格好，毋过无法度做代志，有可能会晓做代志，可能。做者做复杂的这种状况安尼，毋对。安尼开讲小讲有啥物问题，佮想要问的咧？若准无，咱就豆慢慢做收算。毋过我感觉以后阮当个是继续来讲。对，我嘛足期待，我感觉真正甲你足有诶讲诶，应该爱加约几摆，我阁有想到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代志，就是讲，伫咧迄个，我想是安怎讲好啊？就是我安尼讲好啊，就是伫咧中阮拢知影讲，就是伫咧我安尼讲好啦，台湾的历史，我是做支持，阮拢是做支持台湾历史会当去用较多去写较深入的安尼。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即摆我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中华民国来到台湾的这个历史，就是国民党来到台湾这个历史，伊嘛虽然嘛有写回去，不过伫咧遐的讨论就较少。我讲的意思是讲，我讲一个代志就好，就是亲像迄个十大建设，伫咧迄个蒋经国迄个时代十大建设，课本顶头就是写讲迄时阵台湾退出联合国啊，出去联合国就是蒋经国做拍拼，但是你知我意思就是讲，就是这个台湾中华民国伫咧迄个危机的这个所在，伊就推出十大建设，这十大建设都做好虽然讲即嘛是有写到历史，毋过这个历史就较无迄个，就较，因为即嘛这个历史就较侪是迄个伫咧都市的迄个教育单位，可能是中华民国的迄个思想的教育单位，所以讲我其实我当时我对，就是以你咧讲的，就是讲十大建设有讲到无？绝对是有诶。我做一个历史的人，我绝对是讲有诶。但是有课本顶头讲的遮尔用遮尔厉害，我嘛是爱对，可能有淡薄仔亲像迄农场的迄个文章，迄个感觉。虽然讲无遮尔农场文遮尔夸张啦，只是讲我想到就是讲伫咧中华民国来台湾之前的日本的时阵啊，历史啊，伫咧清朝其实的历史，其实拢足侪人拢一定有足侪，就是课本顶头拢会写讲，晋风就是会写讲，迄个时阵虽然这个人是做好代志，
毋过这个人可能性格也是讲这个人私底下可能安怎安怎。就是有甲歹的所在有写出来。对，你嘛会甲迄个人歹的所在去写出来。毋过伊到中华民国的时阵，伊的声音就较，你知影我意思就较少。对啊。对，等他像这个蒋介石啊，是那像蒋经国来去做这些政事都厉害。嘿，有影。啊，这嘛是以后我会当，对对对。我阁想要问，请问即马课本敢是写光复，敢是写光复？你讲，哦，我来看。这是不是做敏感的？别，我感觉这完全是一个今仔日就应该问的问题。呀，这就是今仔日，这就是今仔日会当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阮今仔有这个时间。哦，有迄个国中生本身有甲咱回答。是。即个你若是即马是国中生伫个一年的时阵，伊嘛是写光复节安尼。啊，嘛对啦，迄这只名嘛是要无改嘛，嘛对。伊是即马的课本顶头的，大家应该知影讲即马课本，因为课本每一摆改的时阵，拢有足侪人骂。可能你只是台湾的主体，你嘛会骂；啊，你是中华民国体，你的首相，你嘛会骂。拢嘛会骂。对。所以我即马念一个，就是伊即马就是有一寡迄个两面拢两面拢不讨好。对。啊，无你规气就一个做台派，安尼你就袂互台派骂安尼。我用华语小话讲解，是讲的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后第二次大战结束，台湾澎湖由中华民国接收与治理。OK。对，伊就用接收加治理啊，毋过伊会讲就是讲，伊的意思就是讲，可能伊来遮的时阵，他有办一个光复的典礼啊，伊会干咧甲你讲解。啊，毋过伊若直接讲迄个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的主权的迄个官员，可能就像一定会。我对。啊，若是我是伫咧甲对，伫咧开讲时迄个学生就会讲，其实就是侵占。嘿，啊，毋过伊无可能安尼写，一定互公司。对。反正伊迄个负责写的人就无去。对，写的人无去。起码伫咧台湾是袂无去啦，啊，毋过可能做侪人。哦，嘛无一定，对。那个讲小等咱都无去，无啦。袂啦。即马阮阁有迄个做者前辈咧，甲阮守护啊，嘛对。后来迄个自由，对啊，嘛希望，阮嘛真正希望即个自由会当伫咧即个历史会当继续走落去安尼。对。像头仔迄个状况，我会用一种方式，我会讲就是，国民党是安尼讲，啊，台派人是安尼讲，啊，你家己去判断，我会甲你讲。有即个所在，我嘛会直接讲老师是我家己是徛伫咧较台派迄个所在。啊，毋过我嘛是会甲国民党的迄个讲法去甲，因为我知影讲，我今仔日若无甲伊讲国民党的讲法，伊有即工嘛有可能会讲着，嘛有可能会拄着国民党的讲法。不如你直接互伊判断。不如就是我即马拄好，我是一个较中间的一个所在，我会当可以用一个较理性的讲法去甲伊讲安尼，对，就是讲伊较袂拄着一个状况，就是因为伊可能出去若看到迄个一寡媒体，可能就是较偏迄个中华民国的迄个讲法，对啊。我感觉你安尼做嘛真好，就是你一开始就拢有互伊知影，若无你无反省，伊后摆看到另外一种讲法的时阵，伊就会想讲，做错乱的，就是毋知影是你咧甲伊骗，还是安怎？所以你一开始就互伊知影，遮的想法拢有，安尼较对。我一开始就会甲伊讲，历史是一个后壁的人去看之前的代志，所以伊本来的讲法的代志拢会做侪。对。亲像阮可能阮拍算讲，我可能昨甲别人去。我随在讲一个代志，可能昨 A 甲 B 去冤家，可能有足侪讲法就出来啊。有影。啊，亲像遮尔细的代志，拢有足侪人咧冤家，拢有足侪人拢有足侪讲法的。啊，可能10当之前的历史，可能100年之前的历史，一定是有足侪人，足侪讲法的。对。
嘛有可能这个讲法其实拢是对的，可能伊的立场你看，伊的角度去看，伊可能看到的所在是对的，对不对？我感觉这无要紧，其实我感觉上我头讲的就是讲，我感觉上惊的是历史的，大概想讲历史就是一种方式，一种角度，安尼是做较歹过安尼，对不对？对。哇！有时讲这种问题，拢会做，感觉做沉重的，嘿，啊，毋过就是也是爱面对，嘿。对，也是爱面对啊。啊。对啊，我嘛会直接甲，迄个学生讲，我家己会感觉讲，我即马的国家，较委屈啦。就是我真正会讲，就是而且我都会找到迄个，即马有一个足好的机会啊，亲像迄个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迄个台湾队是咧拍迄个野球的迄个方式，就是有一个足好的迄个方式，就是。我其实都感谢迄个做者迄个野球的迄个选手咧讲迄个台湾的迄个主体，我就会当讲，你看迄个人为虾米胸口无台湾这个名，对不对？我就会当用这个机会去甲伊讲安尼。对啊。安尼。啊，毋过对，就是有时嘛会讲到一个问题，讲安尼要安怎去定义啥物叫做？真正的台湾人，对对，不过这可能不是今日可能有法度解决的问题。对，这就是这可能嘛无固定的答案，因为这可能嘛算是这不是学术问题，这可能是一种选择的问题。就是咱大家讲好，看要安怎定义安尼，所以大家人可能会有无共的答案。对啊。但是伊里头讲的，就是迄个手册安尼。安尼若是以后，阮会当过来看看者，过来讨论者，对啊。我今日讨论足欢喜的，今仔开讲是有足济。我想要特别感谢一个代志，就是讲，你咧开讲是今日大家，就是因为知影讲拜六其实大家嘛会当去耍啊，嘛会当去拍电动，其实讲实在话啦，对。可能就是我真正做感谢，讲一寡人可能就是。因为想要知影讲，即马到底历史课本到底顶头是咧写啥物，做想要知影讲，所以大家来遮听，阮真正做欢喜的，对对。我嘛是做欢喜的，就是会使学到真济，我原底毋知，而且嘛是罕得有机会会使讲遮，就是可能会当讲较政治啦，因为。毕竟，咱若要讨论历史课本内底爱写啥，这嘛是一个有政治伫内底的问题。甲其他的 VTuber 朋友无一定有法度，所以是啊，对啊。其实我今日会当伫遮讲话嘛，是因为我感觉这个所在是我家己咧，感觉是安全的。对，我感觉是足感谢，因为我伫咧去到别的伊个 VTuber 遐，毋是讲别的 VTuber 无好，可能就是讲。伊可能我知影讲，伊可能迄个所在，那个场所可能无适合，伫个时阵讲较清楚个所在，就是讲可能，以前阮即摆讲到中华民国，讲到国民运动，阮拢是用一个较口说的，就是阮拢知影讲，其实阮拢知影讲，即个政权来到遮，阮的想法应该较接近，较无，至少毋是做欢迎啦，至少毋是讲做欢迎，毋过。可能阮伫咧台别 VTuber 遐，我可能无迄个时间，也是讲无迄个，因无迄个观众无一定有迄个兴趣，还是讲迄个观众可能爱工作久才会当了解讲即个状况。所以讲我感觉有一个固定的开讲是大家会当迄个而且安尼开讲大家有一个默契安尼。袂歹，就是讲稳站啦，有一个同温层安尼。就是下班的时阵，安尼会当比伫遮安尼。会当就是知影袂互相得失着，嘛是真重要。对啊，对啊，像有的 VTuber， 伊就直接规定讲，伫因遐袂当讲政治，这嘛定咧看到啦。对。其实讲嘛是会当了解啦，做这人选择啊，对，这是选择。因为你若讲较，无就是你若讲较政治的，有时啊，迄个人若要
比如讲迄厂商要找你业配还是安怎，因都毋敢。你若讲较正直的，因一般的商业的可能较毋敢找你，所以因会有即个顾虑，我嘛是完全会当理解。对，完全会当理解。就是每一个人来做迄个，每一个人来做迄个，对对，拢诶方式啊，甲选择都无共。对，这是就是头仔讲的，就是非常感谢阿慧有即个所在，对对。我嘛足感谢，就是你愿意，就是话来就来，嘿，甲你招你就来，安尼足感动的。呵，安尼咱哦，原来咱是甲金飞奖打对台哦，靠腰。其实我无即个意思，我今日拢无特别讲想到即个代志。我嘛是。哦，安尼咱即即侪人看足无简单呢。对啊，足感谢呢，就是讲恁愿意来遮，真正足感谢的。对对。安尼咱，我感觉迄个台语就是一个爱加讲才会当加较。亲像我今日我嘛有做一个，我有一个感悟，就是讲，其实今日来到今日甲阿慧讲话之前，我其实我伫个私底下，我一直咧练台语。哦。就是我一定伫个，我会家己写讲，我伫迄个纸顶头写讲，今日大家好，我是阿修罗赖宝，我伫遐写。哎呦！毋过。迄个效果无迄个，我直接甲阿慧伫遐讲话较紧，就是我可能准备1当钟，我可能准备两当钟，可能无你讲甲你讲话10分钟，来甲可能甲，就是阮讲话10分钟，阮就有感觉好，即个语言有用着。嘿，我家己嘛是即种的经验，嘿，真正是用讲的较有效果。对，就是可能阿慧可能嘛有写过讲，可能要开始。对，有写过嘛？有，我一开始台语做无练灯嘛是爱安尼。就是你streaming，就是你开始先写过哦，嘿。就是大家好，我是。对，甲你讲的共款。毋过其实你甲开讲的过程是可能感觉讲哦，可能安尼可能较顺安尼。对，真正是，而且有时迄个开讲式的观众朋友台语拢比咱较好，所以会为因遐学着真济。对。啊，若是无有啥物袂晓的，开讲时嘛会当直接甲阮讲，我感觉即个互相进步的感觉真正足好。无毋对。若是以后，阮差不多要休困啊，歹势拖你时间。别，是我较歹势。嘿，安尼。以后我想讲，我会当升一寡游戏。会使啊。你阿慧，你知影有一个游戏是你迄个开炸弹，就是迄个炸弹迄个。哦，你是讲迄个？什么 ？Keep talking and no one explodes。对，我做想要甲别人，好，用台语来算这个游戏，因为这个游戏做需要讲话。好，一定。啊，伊利嘛有买好，咱招咧。其实我的伊利若是有买，也是讲大家会当，因为迄两个人若是一直，我感觉袂歹呢，因为若是两个人一直算，其实会伤忝，因为迄个游戏足紧张的。对。所以，但是阮有做侪组的人，就是讲，阮会当轮流来算。会使。安尼，阮以后，我们就决定后一摆来算一寡别项的游戏安尼。一定。对，爱做伙，我感觉迄个游戏做，我其实后一摆看到迄个游戏的时阵，我就感觉迄个游戏足适合，就是互无共语言人去做练习。对。因为我看到一寡迄个日本的 VTuber， 是一寡迄个讲英语的迄个 VTuber 都会用无共的语言去讲的时阵，我感觉讲，对吼，我用台语嘛会当试看卖安尼。无毋对，会使呢。好，我来做期待。啊，若是有其他人想要做伙来算嘛，是会使来算。无毋对，咱小等才来招咧。最后我会当宣传一下代志，就是我最近是无固定的时间开台迄个开直播，毋过我可能会开一寡，我可能会讲一寡迄个历史的迄个因为即马历史即马我甲阿慧分享的，就是即马伫个国中生的国三的学生是差不多，因即马要考试啊。明年每年5月的时阵要考会考，对，即马是一摆定生死安尼。
哦一摆会我了得无啊。哦，伫咧阿会迄个时阵，那像2摆两摆机测着，我考第2摆对的，对。啊，即马就是1摆。啊，阮会教，我会复习，我会教大家去教讲，因为即马拄好是迄个大航海时代，嗯就是现在刚好是大航海时代，所以我会去跟大家讲这个大航海时代，所以若是有人有兴趣的话，会当来看我的台安呢，对对。嗯，啊，阿辉，你最近有啥物计划无？有真济计划，你讲我哦，我想看卖哦，我有一个计划要无甲观众朋友宣布，啊，这我可能后礼拜会宣布。哦，啊，其他的计划就是我最近差不多拢是逐礼拜拜二的时阵，我有算 Minecraft， 嘛是用台语来算，啊，就是通常拢会有伊犁，嘿，就是咱定来旁边的伊犁，佮有迄个军北，佮有绿地，嘿，就是迄个讲台语笑亏的绿地，嘿，我就是拜二拢会甲因算，嘿，对啊，你若有兴趣啊，时间若会使。若有拄仔好嘛，会使来，嘿，就是拢伫退去，我拢伫遐算迄个 Minecraft 啊，全台语大家做伙算安尼。有啥物计划？应该差不多就是安尼啦。其他的就是我哪做哪想，嘿，系无毋对，做伙乌皮康，做乌皮康。你伫咧结束的时阵，你拢会安怎结束？哦，你讲参课？哦，你这边参课者？我都想甲大家，无一定呢。嘿，无一定，我就甲大家讲好，大家会使去，我直接示范好啊。哦，就是啊，今日做感谢大家来，哦啊，大家等下宣传爱先讲，哦，就是迄个大家若有想要听阿修罗大爸讲迄个讲迄个历史，迄个大航海时代的代志，哦，就去甲订阅，吼，啊，我有甲伊的频道。迄个品质上顶悬啊！哦，大家试落去，去甲订阅者，啊，今仔日就足欢喜，感谢大家来嘛，足感谢阿修罗大爸来甲我开讲，哦啊，今日就甲大家讲再会，啊，我就咧关啊哦，好，大家拜拜，大家拜拜。要食暗顿食宵夜就紧去，要休困嘛紧去，吼，咱后摆再会，拜拜。